这个罢免甲反罢免的战争是豆豆啊滚起来了。继续来看报困期，最近是轻走花莲反罢免，那民进党是开始密集支援作战，派出着30个干部，由组织部的主任张志豪做带头，进驻花莲全力催票。 青青亚白亚伫路口宣传罢免的3阶段，大家开始拍拼。民进党的攻击嘛正式动员，除了在地议员出马，组织部的主任张志豪嘛现身宣传催票，更可爱安排好对策。以及主管进驻华联，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下令启动密集支援，全力帮助罢团拍陆战。除了徛伫路口宣传罢免宣传的看板嘛登场，兼职立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拍拼改变华联的版图。后呢，我们会密集的来站路口，以及扫各个人潮比较多的市场，那还有办理这种小型的客厅会。 那以这种模式来邀请更多的公民站出来，用选战的规格来拼3阶段投票。根据了解，党中央派出30个干部，除了花莲出身的张志豪，还有青年部主任黄胜文、客家部代理主任黄俊雄，6个拢是副总统萧美琴立委时期的幕僚，甲花莲是正熟，还整合新媒体，还有新闻有情中心，看领域来组织，推出罢免同意票。 打着人民的罢免的旗号，那实际上是中央党部操盘的政治清算大行动。拜托拜托，让我好好把任务完成。面对3阶段罢免的压力，鲍坤基嘛就要面对选民。除了宣讲，进前嘛互看到亲身上车，还有奔线顶文宣来反罢。那立营是发起甲线回收的行动，为点线面一步一步扩大罢免的战局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